香港每日樓市點評2026年6月6日踏入6月份，展開推售的大型新盤有所減少，預計本月推盤量會稍為下跌。不過，同時間發展商亦乘勢積極推售新盤貨尾單位，繼順治等發展的將軍澳日出康城海灣 I 降價推128伙於本週六推售外，太古地產柴灣海德苑及順治資本策略及港鐵合作發展，油塘柏景峰亦加價加推45伙。太古柴灣海德苑第一期最新公佈78伙兩房連開放式隨房單位，實用面積由512平方尺至538平方尺，實售價為818.8萬至1001.5萬，尺價介乎15,715元至18,615。項目同時以招標形式推售42個優質兩房單位，項目於下週二6月9日展開新一輪推售。另外，油塘柏景峰更新第4號價單，加價2%至4.4%，最新尺價介乎17,700至20,315元，個別單位半年間累計加幅23%。以上香港地產最新訊息，由世紀21香港 C2UHK 提供。